一个旧历年，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要来亲近你。阮确信这是你互阮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阮要恳求你的圣神，只是甲阮三个伫地，安静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开阮的目睭，阮通见证着你的荣耀，甲阮三个伫地。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请咱通安静，准备心，准备来礼拜。咱有手机会记甲关起来。
世平安，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我就近摇花跪拜至悬的上帝，着用什么啊？着用烧节，还是满一年的牛仔来就近伊啊？摇花欢喜千千只的公羊啊吗？也是万万条溪的油吗？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摇花听你什么，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这个时阵，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71首，请咱起立来吟圣诗71首。请坐。这个时阵，请咱同心来祈祷。永远至圣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用你的荣耀伫管顾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会当专心敬虔来敬拜你，互阮的祈祷会当达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应允。
恳求你的圣神赏赐恩典，互心内散向伫你面前咧求讨的，互因会通得到即个救恩的喜乐。全能搁慈悲的主啊，阮实在是软弱，会常常犯罪，离开主你的道路，亲像马路羊一样，照着家己的计划去咧行。但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动，互全世界人类的情形拢变成东倒西歪，互人的计划完全破坏、混乱，无法度搁照家己的意思去行。主啊，即时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就是要求讨你的圣神来帮助阮，因为阮有心应该你爱阮做的好，阮无法度去行，甚至无力通做好事。有时阵常常会犹豫无意中间犯了罪，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人。阮所毋知影的，拢求你怜悯。有时阵阮真正会讲话伤害着人，伤害着人的心，有时错误离开你，阮恳求你赦免，求主你来赦免阮，互阮会通搁一摆重新伫新的年，将一切的事工服侍，也是阮所有的计划交互主来甲阮掌管，甲阮指示，甲阮教导，赏赐互阮有够额的气力，才会通照着主你的旨意来完成主你所交代阮每一个人所爱做的使命，通荣光你的圣尊名。全能的上帝，你是平安的源头，伫过去的年日受到你照顾，平安过去。阮也有侪兄弟姊妹遵照主你的教导，咧行人生的路站，也得到上帝你特别的恩典，互因教育满满有春，所以因也真愿意将上好的礼物献互上帝来使用。也愿意将因的财物，也是金钱分享予侪侪有需要软弱的人。主啊，阮真正看见这的情景，阮实在是真感动。求主你加添因搁较侪恩典，搁较丰富的人生，会通搁较做你爱因做的使命来荣光你的圣尊名。总是主，你嘛是阮患难中的帮赞。阮也有兄弟，因为受到疫情也是环境的影响，落入伫苦楚的内底。有人有病痛，有人因为亲人的死失，即马陷落伫困苦的中间。求阮的天父上帝，压落你的耳孔，听阮众人伫你面前祈祷的声音，互伫患难中的兄弟，因为有主的帮赞，通得到解决。阁有侪侪兄弟姊妹的关怀帮赞。心会通得到安心，继续往头前来跑走。今早起，阮所敬听的杨新造牧师，要用主你的话来教导阮，上山有时，下山有时，要来传讲主你的信息、你的道理，互阮会通得到明白。求你安静阮的心，领受你的话，通照主你的教导去行去做，通荣耀你的圣尊名。但阮的祈祷无够完全。我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即日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32篇，启应文32篇，嘛是以赛亚11篇。启应文32篇，
对耶西的树头要发一支眼。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计划甲能力的神，伊要以敬畏耶和华做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善良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三角只。食年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人捌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地上。这个时阵，咱搁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13首，咱搁起立来吟圣诗313首。
这个时阵，咱要请圣妇女合唱团带咱来吟诗学乐上帝。这时，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13节。6天后，耶稣带着彼得、甲雅各甲约翰两个兄弟仔，点点仔咧上了一座悬山。伫因的面前，耶稣的形象变啊，
伊的面貌像太阳遐尔啊光，衫裤嘛像光遐尔啊白。第3节，忽然三个门徒看见摩西甲以利亚伫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你若愿意，我就伫遮搭3座帐篷，一座互你，一座互摩西，一座互以利亚。第5节，彼得拄伫讲即个话的时阵，一蕊灿烂的云彩打歪了因，有声音对云中出来讲：这是我亲爱的囝，我喜爱伊，恁爱听从伊。第6节，门徒听见即个声音，非常的着惊，拢压落趴伫地上。耶稣行过来，答因讲：起来，毋通惊。因举头一看，敢若见到耶稣。其他的人拢无看到啊！因落山的时阵，耶稣吩咐因，伫人子还无有对4年过活以前，千万毋通将所看见的异象甲人讲。第10节，就安尼门徒问耶稣，为虾米经学教师讲以利亚一定爱先来？耶稣应答：以利亚是爱先来准备一切。若是我甲恁讲，以利亚已经来过啊，人却无认捌伊，反倒认伊对待伊，共款人子嘛要受因的虐待。13节，门徒这个时阵才明白耶稣这个话是指着施洗约翰所讲的。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个时阵，咱的杨新赵牧师要来传讲主的信息。上山的时，落山有时。各位主内亲爱兄姐，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感谢上帝保守祝福，互咱拢平安经过一个农历年的假期。会记得伫要开始假期之前，因为拄着即个桃园的病院的即个疫情的问题，互咱不止也紧张，总是有愿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真平安经过即个过程，也恳求上帝伫新的一档内面加倍来祝福咱。互咱身心灵拢得到勇敢，搁较会当来迎向上帝，也利益伫正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通伫主日的早起时，搁上个主日来敬拜你，来亲近你。阮只是要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搁较侪认捌你，也得较侪得到快乐来行阮头前的道路。主恳求你，即是甲阮上个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阮通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要快乐将你的话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照咱教会所安排读经的进度。过年前，咱已经读完传道书。传道书内面有一段是咱非常熟的经文，伫第3章。第3章的第1节安尼讲天下万事拢有定期，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接续的第2到第8节真特别，作者伊总共用14项的对比，这有时，迄有时来做对照。比如讲第2节安尼讲，生有时，死有时，灾情有时，满足有时。通过安尼，要互读的人通去做一个思考，咱人生真实的状况就是安尼。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毋知咱有注意到无？有出现着上山甲落山这两件代志。这两件代志嘛是相对照的，所以我今日就用上山有时，落山有时这个题目。咱做伙来分享这段经文。耶稣伊带着门徒上山，也伫门徒的面前来改变形象的这段记事。我们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互咱伫教会内底的信仰生活，会通和咱的日常生活是做伙合一，是共款的。咱看福音书的记载，咱就知影。耶稣伊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了后，伊就开始伫这世上伊的服侍。伊伫这世上服侍时间其实只有3冬外，无真长。
当伊受定十字架死埋葬搁活上天了后，传扬天国福音，建立教会这个责任，就要由伊的门徒、由伊的学生接续来完成。所以耶稣伊不断把握时间和这学生来陪伴因、教导因，互因通明白上帝的真理。上司嘛，甲因讲耶稣真实的身份、甲真正的使命是甚物，互因会当伫耶稣上天离开了后，因当有气力来承接这个真重要的使命。今日咱所看的这件代志，耶稣和学生做伙到山顶，耶稣改变形象的这件代志，通讲是耶稣大声互伊学生看到伊家己荣耀的身份。互因会当有得到能力，面对将来要拄到的挑战甲试炼。咱若接续落看圣经的记载，过无偌久，耶稣伊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伊就要受钉伫十字架顶。当时门徒一定会真惊吓，一定会真失落。总是当因回想到因伫山顶和耶稣做伙经历的这件代志的时，因就会明白。原来耶稣的死、耶稣的牺牲，拢伫上帝计划内面，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安尼，这个真失落的学生，要搁一届得到坚固，会当有气力继续行头前的道路。但是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咱可能会注意到一件代志。这件代志，耶稣并毋是带伊所有的学生做伙来参与。这件代志只有其中的3个学生，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和耶稣做伙同行。为什么是因3个？为什么毋是其他的人？因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咱要通过这3个学生做伙来了解。其实咱若对福音书有识，咱会知影，福音书内底其实有几若件代志，耶稣拢是简单带这3个学生，互因3个做伙参与那点。比如讲，伊伫该路的查某囝，互伊对死人中搁活的时，只有这3个学生在场。耶稣最后伫克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犹原是只有带这3个学生。所以咱通讲，这3个学生是所有12个学生内底和耶稣特别亲近、关系特别密切的3位。所以因通讲是12个使徒这学生群学生这群学生内底上界核心的3个因逐个人有无共款的特质，但是因接续也伫初代教会历史内面扮演无共款的角色。所以咱大心要做伙来看这3位使徒因有啥物款的特质，特别咱要注意因是安怎会当和耶稣保持特别亲近的关系，会当见到对上帝来遐荣耀。咱要做伙来看，但先咱要来看彼得使徒彼得我想咱对彼得应该不只熟悉因为圣经内底对伊的记载也真济。彼得伊的个性真坦白、真直接也减少有一点冲动但是换另外一个方面，较好的方面来看，伊真有行动力，伊也真愿意为主来牺牲。彼得伊的本来的名叫做西门。伊是一个讨喜的人这个彼得这个名是耶稣后来帮伊号的名。咱若看圣经的记载，咱就知彼得是由伊的小弟叫做安德烈带伊来跟对耶稣的。彼得伊嘛是伫12个使徒内底，等于是带头的等于咱若有一个班级要上课进前，迄个阿化起立敬礼的迄个班长啦彼得差不多是这个角色伊嘛是12个使徒内底年纪上介大的而且伊应该比耶稣大不止啊济年纪上应该比耶稣大真济所以有当时伊咧对耶稣讲话嘛真直接比如讲耶稣甲这学生讲我入耶路撒冷要拄着的代志是会受害、受抬、会死伫十字架顶。彼得完全无法度接受，讲阮的老师哪会使拄着这个代志？所以当耶稣安尼甲因讲的是，彼得安怎？咱圣经写讲，彼得劝耶稣讲：你毋通去安尼讲，你绝对袂拄到这个代志。伫原文内底迄句劝，迄句苦劝咱中文翻做苦劝是较温和原文的意思是骂的意思。彼得用的语气是骂骂耶稣讲：你毋通去安尼讲你莫去黑白讲伊是用这个口气所以彼得伊的个性就是安尼真
直接，真坦白，真直率，彼得伊伫足侪场合内底，伊拢会抢要讲话，伊拢是第一个讲话。咱今日去看的经文嘛是共款，三个人拢看到这个景象，总是第一个讲话的是彼得，这就是彼得的个性，真直接。另外，咱对彼得上界大一个印象，就是伊嘛捌信心软正，伊捌3摆无认主，总是当主耶稣过活了后，有几啊摆含伊相拄，搁一届来坚固伊，来接纳伊。咱伫遮要小可讲一下咱对彼得上界大的印象是3届无认主咱拢会讲彼得哪会遮尔软正诚做耶稣的大弟子，应该爱做信心才对。咱拢会小可责备伊啦但是咱爱想看觅，彼得3摆无认主，无毋对，这是事实。但是至少彼得迄个时阵是对伫耶稣身躯边，伊要看关心耶稣到底拄着啥物代志，看到我所听的老师到底最后会安怎？其他的学生呢？当时其他的学生走去对，其实早就走去迷起来。所以彼得虽然是3摆无认主，但是其实已经是算是较勇敢的伊至少人搁伫耶稣身躯边所以这嘛，互咱会当小可了解，彼得是一个足直接的人，有当时伊对家己的人物无足深啦伊甲耶稣讲你若死，我嘛要对你死。但是真正挑战来的时，伊搁救起来无信心彼得伫耶稣过活了后，伊得到真大的能力、信心，甲伊三个地地，互伊真有能力，特别伫讲道顶面真有气力。圣经记载讲，彼得一届讲道，就互3000人来信主，非常有能力，所以嘛，真做初代教会内底真重要的条件甚至天主教的天主教的认定，彼得是第一位的教宗因为耶稣捌讲我要甲教会建立伫即块石盘顶悬，迄磐石啦石盘彼得的名的意思就是石盘所以天主教因就认为彼得就是教会的根基，就是第一个的教宗当然，咱新教的教会则较无安尼来看彼得传统上也认为彼得是伫尼禄这个皇帝在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时来受害来最后来顺道。伫伊要顺道的时，伊家己提出一个要求，伊讲伊要倒钉倒钉十字架咱知钉十字架是足艰苦的一个刑罚，正钉就已经足艰苦，倒头钉应该是愈艰苦伊为啥物要家己要求爱倒钉？伊感觉伊家己不配和上帝、和耶稣同款，安尼来钉十字架。虽然看到彼得虽然有信心软弱的时，总是当伊互上帝搁一届找回来坚固了后，伊其实足愿意、足有心，用行动来跟对耶稣，最后嘛愿意为耶稣牺牲一切，牺牲伊的性命。第二位咱要来看的是使徒雅各。伊是12个使徒内底第一位顺道的这个使徒。伊和咱等下要讲迄个约翰，和这个使徒约翰，因是兄弟，因两个人的性地拢无真好势，所以耶稣互因一个名叫半年期，就是雷子、雷公仔的意思，脾气做歹，性地无真好。耶稣过活了后，雅各也真做一个大有气力的人。大真有气力来为上帝、为耶稣来做见证。伊最后嘛，互当时的执政者叫做希律王来杀死，所以是12个使徒内底第一个顺道的。因为伊的顺道的时间真早，所以圣经内底关系使徒雅各的记载相对来讲就加真少较无关系伊的记载。有人会问讲，新约内底敢是有一卷雅各书？恁知影无？雅各书敢是即个雅各写的？敢是？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无毋对但是圣经内底叫做雅各的作者咱来分清楚到底对一个因为即个使徒雅各伊真早就顺道所以伊毋是写迄个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书是伫较晚期才完成的一本册。
写雅各书的迄个作者通常认为啦，通常大部分学者认为是耶稣的小弟，嘛叫做雅各，是耶稣的小弟哈。这互咱会当小可知影哈。虽然雅各伊真早就顺道关系伊的代志较少记录但是无表示讲伊对教会影响就真少哈。因为有一句话安尼讲顺道者的会是教会的经济，意思讲顺道的人、顺道者伊的精神会影响当时的教会，会鼓励当时的教会勇敢起来面对因所拄着的挑战。所以我想雅各伊的顺道、伊的见证。一定嘛，对当时初代教会有真大一个影响，重要的影响。第三，咱要做伙来看约翰，就是拄则咱所讲雅各应该是伊的小弟哈。雅各这约翰，使徒约翰，互人称作是主所听的门徒。伊真特别的所在是，伊活了真久，伊活到第1世纪的末期的所在有人推算。凡世差不多接近100岁，伫迄个时代要活到100岁，应该是真无简单哈。所以这约翰使徒约翰，伊是12个使徒内底唯一毋是顺道来死的，伊会当活到最后。这约翰伊嘛真做初代教会真重要的调酒之一哈。有三个人，互人称作是调酒，伊是其中之一哈。除咗迄个彼得。这个使徒约翰，个另外是耶稣的小弟雅各，这三个人互人称作是初代教会的调酒，伊是其中之一。传统上也认为，新约内底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拢是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当然有一撮学者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大部分拢认为是安尼。伫遐晚年的时，伊互人流放到拔摩这个海岛。伊伫遐受到启示，将启示录写起来。所以对安尼来看，这约翰是新约圣经内面真重要的一个作者。几若本册拢是和伊有关系，嘛拢是真重要的册哈。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咱通对伊的认捌。咱若做一个总结来讲，这三个使徒因的出身其实拢真平凡，因拢是掠鱼的人。掠鱼的人伫当时的社会内底是较低残，无受重视，无啥物社会地位哈，所以因无真好的地位名声，无真悬的学识，总是伊嘛拢有家己的软弱，家己的缺点。但是因为啥物会当真做和耶稣真亲近的学生？因为啥物会当见到伫山顶见到上帝的荣耀？一个真重要观点一个真重要的点，就是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愿意用行动来回应耶稣对因的呼召。回应了后，伊嘛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对耶稣。我想这是真无简单哈。愿意的心是咱会当和耶稣三角同行，互咱会当见证上帝荣耀一个基本的条件。咱若无愿意的心，上帝其实袂甲咱勉强。上帝愿意的，上帝爱的是咱用自愿，发自咱内心愿意迄款的决定，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对于这三个使徒的身躯顶，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当耶稣呼召咱的时，当耶稣对咱讲话时，咱就勇敢用咱的行动来回应。接下咱就要做伙来看耶稣和这三位学生因伫山顶的经验，因经历的荣耀，也得到对上帝来的能力。犹太人因传统上有一款的看法，就是讲山顶，特别是迄个真悬的山，是离上帝较近的所在，是人通甲上帝相亲近的一个所在哈。所以咱若看旧约内面真侪代志拢是发生伫山顶，比如讲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这发生伫山顶。上帝通过摩西将律法总结了解。颁布予以色列百姓，这嘛发生伫山顶。顶顶做些代志，其实拢发生伫山顶。旧约时代的献祭，因会伫草坛，咱讲山头段，就是甲这段起做一个小山轮的形。因感觉伫即个山顶悬会和上帝较亲近。这是犹太人因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咱若看新约内底，耶稣伊嘛常在伫伊的服侍过程内底，去到山顶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
为什么这代志会发生伫山顶，也是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咱今日所看这件代志，耶稣伫山顶改变形象，一定互这三个门徒、三个学生印象非常的深。因为当这件代志的时，因有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和耶稣来谈论伊要伫耶路撒冷用死来完成伊的使命这代志。这通讲，互三个门徒更较深来认捌耶稣真实的身份和真正的使命。为什么讲通过安尼会当帮助因更较侪认捌？因为咱若看规本的圣经，也是头前福音书的记载，咱会发现耶稣其实几啊摆利用机会甲学生讲：我到耶路撒冷去是要牺牲，我到耶路撒冷是要行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咱发现学生其实完全无法度了解。伫你想象内底，阮的老师入耶路撒冷，就是要得到阴间要做王，伊哪会拢讲伊要死，要互杀死？学生完全无法度了解。但是通过咱今日看这段经文，这件代志，摩西、以利亚出现，我想要帮助学生，伫因后界的时，因通回想的原来耶稣所拄着的一切，拢是伫上帝计划内面。但是咱就要做伙来看摩西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摩西其实就是旧约律法的代表。因为咱知影以色列因的律法是通过摩西，上帝通过摩西来予因的，所以摩西就代表律法。律法的作用就是要互人知影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互人知影犯罪了后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但是伫这件代志顶面，人有两个真重要的困境。第一，人无能力靠家己完全来遵守律法，人无法度，人做袂到。第二，人犯罪了后，人嘛无能力救家己，无能力互家己会当脱出这个罪恶的捆绑，这是人的困境。所以耶稣伊来到世间，最后要伫十字架顶为咱来死，为着所有的罪人付上性命的代价。或者受罪捆绑的人，会当对真内面来得到自由，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真重要的目的。所以，伫摩西出现这件代志来讲，咱通讲耶稣所要完成的代志，是互整个的律法，人会当对律法的束缚内底得到透放，人会当对人的困境内底得到自由。这是摩西出现所代表的意义。第二是以利亚，以利亚伊是旧约先知的代表。咱若看旧约的先知书内面有几啊摆咧预言上帝所有备的弥赛亚得要来，伊要带来上帝救恩，带来上帝拯救。咱若继续看后壁福音书的记载，咱就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伊就要行十字架的道路，伊所拄着所要完成的代志。就拄是先知书所预言，这预言的实现。所以摩西、以利亚的出现，通讲表明整个旧约的传统，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先知，拢在认定耶稣伊真实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囝，要为罪人带来拯救，带来救赎。耶稣和学生当时去到山顶来亲近上帝，见到上帝的荣耀。因所爬的山到底是多一粒？真侪人在问这个问题咱必须讲真正是爬多一粒，咱已经唔知影唔知多一条山。但是有几种讲法一种讲法是讲是黑门山、黑门山黑门山是伫巴勒斯坦地区的北边一个真悬的山，2700公尺不止啊悬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山因为寒人的是顶悬有雪，热人的是迄雪扬起，水就会流入约旦河，这做因真重要的水源但是黑门山真悬，2700公尺要起哩，检测毋是遐尔简单所以有人讲可能无遐尔悬可能是伫加利利地区的一粒山，叫做米伦山，然后伊有1200公尺悬嘛袂讲足低啦但是无黑门山遐尔悬不管是对一条山，咱无法度确定，但是咱通确定的是，伫山顶，因来亲近上帝，因来看见上帝国的荣耀。但是我呢要问咱，今日基督徒，咱伫什么所在来亲近上帝？
好，咱伫教会内底吼来做伙敬拜上帝。咱今日无过去山顶啦吼，去山顶咱今日爱去阳明山做礼拜。咱无，咱今日伫教会，咱基督徒今日伫教会，通过诗歌敬拜，通过听上帝的话来亲近上帝。伫教会内面，咱通更较侪认捌耶稣伊的身份，上时嘛更较侪明白上帝互咱的使命是甚物。通过教会的生活，通过教会的礼拜，要互咱重新即个气力。互咱通面对逐款的挑战，毋知咱伫礼拜内面，你的感受是甚物？是感觉讲这个一个礼拜日到吼，无来袂使，例行公事，还是你伫礼拜内面会当真实感受到上帝甲咱三个同在，看见上帝能力、上帝荣耀甲咱三个伫地。我想这是咱咧参与礼拜的时，咱会当做的一个反省，毋通甲礼拜当做一个形式，当做一个。不得不爱做的代志，那安尼非常的可惜。接下来要来看，因下落山的行动，就是牺牲奉献带来改变的这个行动。伫山顶，因经历着这个真奇妙、充满荣耀的代志了后，咱就有讲，彼得做爱第一个跳出来讲话，伊就跳出来讲：耶稣，你若愿意，我就伫遮搭三座边马太福音敢若记安尼啦吼。咱若等于看路加福音，伊才特别写一句讲吼，彼得嘛，家己嘛毋知伊讲即句话什么意思。伊足突然看到迄个情景了，伊就凊彩讲一句话，伊家己嘛无了解什么意思啦吼。毋过咱若对上下文、顶下文的脉络来看，彼得伊应该是感觉讲，哇，即款的经验实在是真好、真美妙，所以伊愿望会当。留伫即个山顶，搁较侪时间来享受即款荣耀甲美好的时间。毋过咱知影，耶稣敢有答应伊，因无从此在山上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无哈。耶稣无答应彼得做这样代志，因并无留伫山顶。耶稣要做的毋是这，留伫山顶对彼得来讲是一个真美好的经验。但是这毋是耶稣爱门徒所做的代志，这是咱会当做一个思考的。耶稣的行动是甚物？咱第一题要来看哈，当彼得讲这句话了后，发生一件真奇妙的代志，就是有一个云，一片云来甲因打我，对云内底有声出来，就是上帝的声甲因讲：这是我所听的囝。我伊爱因，恁着爱听伊，听趁伊。咱人总是有一款的想法，想要搁较济来把握，较济来经验这个美好的代志。但是当彼得有这款的想法的时，上帝声对伊发出，互伊一个提醒。我想这个提醒嘛是在提醒今日的咱每一位，信仰的核心，信仰的上界重要的中心，是得爱。明白耶稣的心意，照主耶稣的心意去行，听趁主耶稣的话，毋是照家己的感觉，照家己想要爱的代志去敲吹。留伫山顶真好，无毋对，但是这毋是耶稣爱因做的代志。耶稣的心意毋是安尼。耶稣的行动是甚物？耶稣的行动是带因三个学生做伙落山去，也继续做因应该做的代志。行入人群内底，接续耶稣带因落山了后，就继续来传道、教导医治的工作，也通过这个行动，真做最有需要的人的帮衬。耶稣还佫特别甲因交代，毋通将这样代志讲出去。我还未佫话进前，你毋通将这个代志讲出去，以免引起无必要的麻烦。所以最后耶稣伊带着伊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行就十字架道路，完成上帝予伊这真重要的使命。所以我通过耶稣带伊的学生做伙落山这个行动，我想咱会当做伙来反省。听道理了后，看见上帝恩光了后，迄个行动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雅各书第1章22节安尼讲：总是恁毋通欺骗家己。掠做只要听道就够，电道柄恁着爱行道。
听道就是听，用耳孔听上帝道理，认捌是真理；行道就是将你所听、你所认捌的，伫你的生活内底行出来。对一个较简单，听加真简单。我到第二场甲伊讲，听吼，可会当坐咧听，听是坐咧吼，讲的嘛爱起来吼。行佫较无可能坐咧吼，要行道无可能坐咧行道吼，行道就爱愿意行出去，愿意看见别人的欠缺需要，愿意有行动。听道较简单，要行道无简单。但是耶稣的心意是啥物？耶稣的心意毋是爱咱干那听那定，耶稣的心意是爱咱愿意行出去。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会常在来思考一个问题。咱的信仰是简单礼拜日才有的代志，也是咱的信仰会当落实到咱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和咱的每一日的生活拢有关系。这是咱爱来思考的。咱的信仰，假使若是简单留伫教会内底，干那伫教会这个范围内底，咱才讲信仰。那呢，这款的信仰是无法度发挥影响咱。耶稣甲咱讲，咱着做光做盐。咱的信仰，若干那伫教会内底是无法度做光做盐的。耶稣互三个学生伫山顶看见伊的荣耀，但是伊却无互因一直留伫山顶，留伫即个荣耀内底。耶稣带因落山，带因行入人群，带因行往耶路撒冷，最后行往十字架。耶稣今日若伫咱中间，伊嘛一定真盼望咱会晓领受伊的话了后，行出教会，用咱的行动为这世界带来祝福，带来改变。伫早期西方的天主教会，因真流行修道的主义，真侪虔诚的人，因就诚做修士吼，伫这修道院内面过一个和一般的世俗隔离的这个修道的生活，这是当时真流行的情形。但是宗教改革了后的教会认为，咱的信仰应该爱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才对。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有一句安尼讲，讲咱的信仰是定根伫本地，就讲咱的信仰和咱的土地、和咱的社会是有关系，毋是完全隔离的。所以宗教改革了后的教会，咱就无搁主张即种离开世俗、离开世间的即款的修道的模式。当然，安尼讲毋是讲咱否定安静灵修甲上帝亲近的重要性。咱安尼讲是咧强调两项拢真重要，有亲近上帝、听上帝道理、认捌上帝道理，这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爱用行动，将咱所认捌的道理伫咱的生活内底行出来，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安尼，咱的信仰才是活的信仰，才是有影响力的信仰。所以，愿咱会向得上山，也就是来到教会内底亲近上帝。总是咱嘛爱会记得落山，行出教会，将咱的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行入人群，带出咱的影响甲改变，互咱会当伫教会内底、教会外口，拢真做上帝所欢喜、真做上帝所祝福的人，也会当为主来做光做盐，因光上帝也利益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常在用你的话，才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主做时阵，阮听较济行真少。主要恳求你赦免阮阮伫听了后、明白了后，有即款的行动力，将阮所知、将阮所听的，会当带出教会，诚做更较济人的祝福甲帮助。主做时阵，阮无够遐智慧，无够遐勇气，主要恳求你来帮助阮。愿你生命伫阮的生活内底，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通过阮，会当为足侪人带来祝福甲帮助。将阮每阵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新的一冬内面来引带带领祝福伫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阵，请咱搁起立来吟圣诗324首，圣诗324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来双连教会做礼拜来宾。你若还未伫头前的伫外口爱望的所在填啥表？你这先头前，你的座位头前有表，请你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来感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一切拢平安。你也赏赐阮教业，互阮伫工作上得到你丰盛的恩典满满。这时阵，阮用金钱代表阮的心献上伫你面前，愿你欢喜甲让阮所献的，互所用的正做你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具体的消息。第四页，咱本会谢庆凯姊妹的囝儿蒋秉祖兄弟伫美国的加州2月15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
第二项，咱本会杜信夫的妈妈，就是咱陈金凤姊妹的婆婆杜丽宝凤吼，女士伫2月16安歇主怀，请咱的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也安慰为主。第三项，咱野外事工，咱3月初7，咱全教会是设教108年的纪念主日，要举行全教会野外礼拜，地点伫新竹圣经书院。所以咱请你若还未报名的人吼来报名。你若愈早报名，可能安排车位较知影吼，所以请咱伫外口找人就会当报名。第4项总务的消息，因为过年的期间2月12甲2月14的主日礼拜2场奉献的总信，伫2月28会刊登伫周报吼，请咱注意来看。阁有第6页，就是咱的公关福音的查经班吼，牧师爱咱逐个人去较领受上帝话，所以牧师拢有用查经班的课程吼，请咱嘛注意来参加。搁第7项有咱教会109学年的第1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今仔日开始到3月初4开始吼。咱的囡仔有申请的资格，即内底拢有写，请咱伫遐来注意，来鼓励遮个细囝。这时阵，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补充报告哈。咱3月初7要做伙到新竹来做野外礼拜，咱报名的早起是到后礼拜日哈，2月28哈。但是鼓励咱会当较早报名吼，你若确定时间会使，有要参加，咱就较早报名。因为咱即届人会不止遐济吼，咱需要一撮前置的时间吼来做处理。咱会当鼓励咱吼，今日你若已经确定，咱等下就伫外口会当报名。咱若要做伙团体报名，请咱伫2月24吼，即个拜3进前报名吼。那呢，咱后礼拜日咱就会当知影，咱坐车吼会甲咱安排好。互咱的整个程序会当较顺利哈。好，我来介绍咱今日和咱做伙礼拜的几位兄弟哈。第一位陈素专姐妹伫遐哈，真欢迎，欢迎。伊住伫咱教会附近尔真欢迎你来哈。第二位李家仁弟兄伊已经先离开啦先走哈。伊会来参加咱会知影的即个早祷会哈。有一对家弟高淑玉、高金凯，伫后壁即个所在完真欢迎恁，欢迎上帝祝福恁，会当常常和阮做伙聚会。嘛，请咱新朋友等下当伫贵宾室的所在接受接待安尼有同工会搁进一步甲咱接待。好，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拢平安经过一个年，也恳求你伫新的一档内面，加倍来祝福伫阮，互阮身体得到勇健，阮的家庭、教育逐款的需要拢得到满足。主恳求你，伫阮的生命的道路顶面，一站一站来引带带领阮，互阮通经历着对你来的平安、喜乐、甲阮上下伫地。也恳求你，互阮伫新的一档内面，更好行动力。将阮的信仰，将阮所认办的真理，伫阮的生活内底实现出来，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佮一届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将阮的家庭、教会拢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阵，咱搁起立来吟上言511首。用诗511首，请咱起立。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密道谢阮恭受差遣，请坐。